有好多嘅模仿我哋成年人嘅性交嘅動作。佢哋話呢個係取悅咗攞公啦，同埋攞母。主題咧越淫蕩啊，咁其實攞公攞母佢就會越高興噶啦，保佑你家族興旺。湖湘地區啊，流傳咗上千年嘅一個叫攞文化。一群人咧戴住個面具，手裏邊攞呢個造型啊，就好直白嘅無雕嘅道具。有好多嘅模仿我哋成年人嘅性交嘅動作。當地人嘅入邊啊，呢啲係一種神聖嘅儀式，咁啊叫做還攞月，拜嘅就係呢兩位主神啦，稱之為東山聖公同埋南山小妹嘅。咁啊傳說啦，咁佢哋呢對咁啊夫妻咧就生咗天下嘅所有人，所以每年啊佢哋咧都要跳呢啲咁嘅裸舞，跟住去俾佢哋睇嘅，讓佢哋高興啦，保佑佢哋嘅子嗣平平安安啦，人才興旺咁樣嘅。攞公攞母啊，佢哋係屬於一個叫生育之神，人類嘅一啲繁衍生息啊，咁啊養盡佢哋嘅，所以咧就取悅佢哋嘅方式咧，就會用一啲最直白嘅方式去進行表現呢個生育嘅本身嘅嚇。咁啊嗰啲木雕道具啦嚇，都係象徵一個生殖嗰啲器官嘅一種聖物啊，咁樣戴住面具去進行跳舞嗰啲人咧，其實就係扮演緊一個叫做交合，然後俾去攞公啊攞母去進行睇嘅。你相信咧，你越敢演，演得越似，主題咧越淫蕩啊，咁其實攞公攞母佢就會越高興噶啦，佢就會賜予你子孫以及保佑你家族興旺嘅。啲正統禮教嘅角度咧，咁的確佢係屬於淫事嘅。從一個民族學啊，又或者人類學嘅角度嚟睇咧，佢係原始嘅一種生殖崇拜嘅象徵嚟啫嘛，咁樣係對一啲斯文對生命一種延續，咁啊最樸素、最真誠嘅一種表達方式。我覺得咧就唔好去評判咯，亦唔好去模仿。佢有佢嘅道理。係啦，我哋適當咁去理解就其實已經係 OK 噶啦。